有時坐飛機最影響體驗嘅未必係個座位，反而係個餐飲配套，甚至係服務細節。我而家喺上海嘅浦東機場，準備出發去廣州。今次搭乘嘅會係南方航空嘅 A350 商務艙。今程航班會令人失望定係有驚喜呢？而家就一齊嚟睇下。今日喺浦東機場 T2 出發，唔知係呢度嘅燈光問題，定係真係有啲年頭。成個航站樓望落去，顯得有一份歲月感。呢度人流就唔算好多，不過過安檢嗰陣咧，節奏係偏慢嘅。佢有啲嗰啲咧人臉識別嗰啲機咧，佢都冇用嘅喎，係要人手check ID 啊、boarding pass 啊咁咯。有種科技行得幾前，但流程上未完全配合到嘅感覺。唔知大家最近有冇喺上海出發？你哋又點睇而家嘅浦東機場？入到嚟南航嘅貴賓室，好似進入咗另外一個空間咁。光線一下子就柔和起身，成個感覺突然變得輕鬆咗。呢度用嘅係米白色調，有一張張獨立嘅梳化，再加埋高身甲板，私隱度出嚟幾唔錯。同外邊嘅節奏比起身，呢度明顯超好多。嗌咗個葱油拌麵，溝咗肉碎之後，真係超香啊！而家試下先。呢個呢，廣州就冇啦，反而上海嘅南方航空個 lounge 係有呢啲特別啲嘅嘢食。OK 噶，呢個好食緊呢個。就而家冇開啦，但係最特別呢，就係有個展望台嘅。如果開咗話呢，行出外邊可以露天睇啲飛機起降，其實都幾正咯。咁而家時間差唔多，就準備登機。5A 這邊請，一排是您的位置。好，謝謝。今次搭乘嘅係南航嘅 A350，咁上到機第一眼望到個座位都未必有嗰種驚豔嘅感覺。雖然係商務艙，但整體嘅設計風格係偏沉穩，配色同燈光都有啲年代感。因為我呢個位呢係嗰啲 bulkhead位，所以呢電視呢個櫃呢其實都幾牙掟咯，好大嚿，不過呢就放唔到啲咩嘅。但係熒幕呢就距離好近啊，所以感覺上都幾正下，幾大下嘅。頭先個 announcement 幾得意喎，南航係嗰啲呢 last minute sell upgrade， 啲人都開始坐低啦，都仲可以俾錢 upgrade 去 business。因為每個航線唔同咧，佢好似北京上海而家先有做一城一味，其他城市都有㗎。OK， 係啊。講到餐飲，今晚南航嘅晚餐居然有粵式煲仔飯。至於上海出發嘅航班，仲有一個隱藏版特色主食，係空服介紹俾我嘅，聽落都幾有意思，有少少期待。Table 係咁樣攞出嚟嘅，轉翻出嚟 ，size 幾大 ？OK 啊，都幾穩陣，因為佢兩邊都有 support， 而下面呢度放腳空間呢，就超夠咯，絕對係冇問題，好正嘅。喺呢入邊咧有一格可以俾你放拖鞋嘅喎，真係好似暗格咁咯。呢個位右手邊咧就係一張台仔，有充電嘅插盒同埋 remote control。之後呢度咧有一隻櫃仔，入邊嗰啲 instruction 咧可以喺個櫃仔度攞出嚟都得，之後可以咁樣攝落去又得，幾得意。個櫃其實幾大下，可以放到幾多嘢。呢啲咧其實唔係木嚟嘅。只不過係一啲膠黐上去，睇到似木咁嘅感覺。不過咧就唔係木嚟嘅。座椅嘅調控、飛行模式、lounge 模式、床啦、多角度嘅調控。呢張台 size OK 㗎，幾大㗎。之後啲上面都仲可以放啲嘢。呢個 storage 咧都唔細㗎係。之後呢個位打開咧，仲有一隻櫃仔放下嘢㗎喎。上海飛去廣州大概2個幾鐘。唔知係咪錯覺咧？南航嗰個 announcement 勁長勁 detail 咯。咁啊，而家 all set 準備出發去廣州。南航呢條航線由於競爭好大，商務艙價錢唔會特別貴，而且佢哋嘅策略似乎係賣得幾多係幾多，非常進取地經常提醒乘客可以付費升艙。所以呢個產品係比較容易體驗到嘅。
但大家睇完呢款設計，暫時覺得值唔值得付費升艙呢？或者我哋一齊睇埋餐飲再考慮。哦，呢個就新。係啊，全新嘅，佢包括咧佢啲碟啊，同埋我哋呢個菜單都做咗升級嘅。全新嘅 menu，個擺盤就好精緻，係一個撈麵，仲有啲生果啦，個生果個碟啊超靚喎，成把扇咁，居然仲有一啲咁嘅鹹蛋，白色嗰兜咧係西米露嚟嘅，紫色嗰個咧反而係紫米粥，係鹹嘅。可能因為咧佢係成柱麵捲埋一紮咁樣嚟整翻熱，就唔會話太散或者乾腍，都仲有啲嚼頭，呢招都幾好喎。啲肉夠晒腍，味道都幾適中。整體嚟講，南韓今次嘅晚餐都幾有驚喜。原來佢哋呢個一城一味嘅概念，即係唔同城市出發，會有一款當地嘅特色菜。聽完之後，其實都幾想試下其他航線會食到啲乜。唔知大家最近有冇從其他城市坐過南韓？知唔知佢哋有咩特色菜？睇下佢有啲咩戲睇先。天空影院。咦？其實南韓啲荷里活片算多㗎喎。佢亞洲電影就得2套，哆啦 A 夢同埋個小偷家族。咁華語戲多都正常嘅，畢竟係中國國內嘅航空啊嘛。佢 touch screen 咧啲反應都幾靈敏喎，其實 OK 嘅喎。咁我好奇啊，呢班機係咪冇 WiFi 嘅？其實係350嘅，都冇嘅。哦。我哋先有7330嘅，有個快裝嘅，但係350嘅會有。OK。咁頭先我嘗試上網啦，之後先發覺原來南韓嘅 A350咧係冇得上網嘅，佢哋787或者係777係有嘅，A350居然冇 WiFi。轉成床模式之後都幾硬嘅，而且咧佢係啲皮凳咧，如果唔額外加一張 mattress 嘅話咧，其實就比較跣啦。長度係夠嘅，係可以伸展一下腿。可惜扶手咧就唔可以放落嚟，如果佢放落嚟嘅話咧，咁張床咧就會再闊翻啲，空間感咧就會更加好啲嘅。呢個係 A350商務艙，前排嗰個洗手間唔算好大。OK 乾淨嘅，但係咧啲款式咧就舊咗啲。佢呢個亦都係感應式嘅出水系統啦。呢度係唔會有太多其他 amenity。今次呢段短途飛行其實都幾好展示到南韓而家想做嘅方向。整體嘅體驗未必係最豪華，又或者最新，但勝在配套完整，特別係餐飲方面。對於一班短途航線嚟講，今次嘅安排其實比我想象中認真。一城一味呢個概念都幾有旅行嘅感覺，好似未落地之前已經先試咗少少地方嘅風味。呢種做法某程度上都幾適合中國國內嘅航線，因為每個城市本身都有自己代表性嘅菜式，如果可以一路飛一路試，其實都係幾有趣。而另一個幾值得留意嘅地方，其實就係佢哋嘅升艙策略。呢條航線嘅競爭一直都唔細，所以有時候會見到幾進取嘅升艙提示。如果本身已經搭緊經濟艙，有機會用一個合理嘅價錢體驗到商務艙，對部分乘客嚟講確實係幾吸引嘅。至於今次坐完之後，我會覺得呢個產品嘅定位都幾清晰，未必係追求最豪華嘅體驗，但如果想喺短途飛行入邊多一啲空間、多一啲服務，同埋一款比較用心嘅餐飲，其實都算幾合適。唔知大家如果搭呢類2-3個鐘嘅航班，會唔會考慮升艙呢？定係覺得短途其實坐經濟艙已經足夠？今次呢段飛行體驗就同大家分享到呢度，希望幫到大家了解南韓嘅短途商務艙。如果大家喜歡呢條影片嘅話，記得點讚、留言同埋訂閱。咁我哋下期影片見，拜拜。